Bonjour tout le monde，我係 Elaine， 咁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咧，之前面試有一條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問題，亦都係最重要嘅問題，就係點解你想成為法國人 ？Pourquoi vous voulez devenir française？ 咁呢個問題咧，基本上係喺第一個面試，即係呢個 Hôtel de Police 或者係喺呢個 Préfecture都會有嘅，所以呢個一定要準備好。問呢條問題嘅時候咧，我自己都有一個深刻嘅思考啦，去反思我喺法國差唔多10年嘅經歷。點解我會想呢？咁有一啲好現實嘅原因啦。大家都知道香港嘅 passport 咧，可能唔係一個令人好安穩嘅一個感覺。咁我嚟到法國咧，其實最主要都真係唔係因為我嘅老公或者點，嗰陣時都未識佢嘅，就係因為我好想喺呢個國家落地生根。咁我希望我呢10年嘅奮鬥啦，有一個好嘅結果，亦都係想我係終於可以成為法國人，融入呢個國家。另外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，我覺得我喺10年咁耐，我有交稅，我有貢獻，我有融入，我希望相對我可以有一個投票嘅權啦，咁可以自己去選總統，自己去選議員。如果 follow 開我嘅人都知道，我非常之關注法國嘅政治啊、新聞嘅，亦都以前讀書有喺法國 exchange 讀過 Sciences Politique 啊，畢業論文都係關於一啲法國嘅政黨嘅研究。咁所以話如果喺香港冇呢個權利，但係我喺法國可以有呢個選擇嘅權利，呢個係相當之好嘅。咁如果你想成為法國人嘅話，你會有啲乜嘢嘅原因呢？可以留言分享話俾我聽。